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50到37节，创世纪35章第1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第44节到4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外邦受圣神。基督徒应该会通来摆脱这个犹太教选民的这种的心态，接纳要未信的兄弟姊妹，不应该称未信的人做外邦人。既然咱伫咧主显这个时阵，搁一摆反省福音这个目的，咱也确实得知福音是普世，是互万民的，无应该是相信的人落底中间的西客。所以咱毋免怀疑外邦人也会通得到救恩，外邦人毋免透过犹太教的割礼加入犹太教团体才会当得救。外邦人会通接受洗礼，也搁较会当领受着圣神。但是可惜，但是犹太人是安尼，有侪传统信仰的基督徒，犹原认为非基督徒就是外邦人。亲像袂记只讲犹太教将外邦人变成做拜铁祭司才会非选民的人。选民对亚伯拉罕受呼召来跟对上帝了后，以色列人就认为因是上帝特别呼召的一个族群。事实上，咱会通看见伫雅各进前，以色列人犹原只不过是外邦受呼召来跟对上帝的人。真侪人讲，上帝为什么特别呼召侍奉雅各呢？为什么只有以色列人自称做选民呢？事实上，以色列人伫雅各改名进前，犹原无有以色列人的存在，并且因伫被改称做以色列族了后，嘛捌因为饥荒来拄到要灭族的情形。但是因为上帝恩典准备着约瑟，成做以色列全族的拯救。上帝是伫雅各受着处罚，就是伫个阿舅的厝去用欺骗，拢总21年。了后，当伊决定要倒转来伫耶路撒冷伊的故乡了后，才开始真正的蒙恩得福。上帝才将伊的名改名做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就成做蒙受着上帝呼召的选民。因被上帝改名的所在，就是伊望见天推的所在。这已经是伫21年前所发生的代志。雅各也经过21年的苦难的日子，是伊真实甲上帝见面的一个所在。创世纪圣经记载讲，上帝对雅各讲：“你去到伯特利去，住伫遐。你要伫迄个所在为着我起一座祭坛。我就是你道闪你的阿兄以扫的时，向你显现的上帝。”上帝对伊讲：“你的名是雅各。”但是对打了后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安尼上帝甲伊改名做以色列。上帝对伊讲：“我是全能的上帝，
我要甲你济济的子孙，济济国家将你的子孙来兴起。你将来要做真济君王的祖先。我要将我所赏赐予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土地赏赐予你甲你的后代。讲完这个话了后，上帝就离开伊。雅各就是上帝伊显现的所在，起了一个立石头做纪念的碑。伫顶悬伊灌压这个酒甲橄榄油，伊称迄个所在叫做伯特利。雅各拄着上帝的所在，就是伊领受恩典、接受呼召的所在。这个呼召毋是简单，是上帝所应允赐予以色列人尔定。雅各当时也领受着上帝对伊的阿公亚伯拉罕的呼召来得。亚伯拉罕的呼召是甚物货？照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安尼来记载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你要离开故乡、亲族，甲你老爸的家。到我所要指示你去的所在去，我要互你有济济的子孙，因要形成大国。我要赐福互你，互你大有名望。安尼人要因为你来蒙福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也要咒诅因。我要借着你赐福互万民，万民就是包括着外邦，就是亲像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44节到48节的经文所记载。当彼得还搁伫咧讲道的时阵，圣神降临伫所有领受信息的人的身上。也会对着彼得对约帕内的犹太信徒，看见上帝将圣神的恩赐也摒伫外邦人，拢感觉真惊奇，因为因听见这个人讲灵语，并且上赞上帝的伟大。因为安尼，彼得就讲，这个人已经领受着圣神，甲咱同款。有甚物人会通阻止因领受水的洗礼呢？因为安尼，因吩咐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领洗礼。因又搁要求彼得对因待一站时间。彼得虽然本地无真伫意外邦人，但是领受着上帝的呼召了后，就去到伫哥尼流的家，因去关心、去讲道、去见证耶稣基督国我的救恩。也就是伫这个时阵，圣神降落来，摒伫充满伫在场的外邦人的身上。照伫新约圣经洗礼观念来看，即群其实已经领受圣神的外邦人，就是已经领受着圣神的洗礼啊！因已经成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也亲像彼得所讲的，有甚物人会通阻止因来领受水的洗礼呢？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篇幅较长，则请咱兄弟姊妹家己来读，咱做来祈祷，感谢上帝赏赐救恩。
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透过圣神充满的同在，互阮会通归伫主的名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